港鐵推出迷你兵團 Minions 電影主題列車，週末同假日行走指定輕鐵發現號旅遊專線。港鐵同照明娛樂首度合作，推出限定迷你兵團與大怪獸電影主題輕鐵列車，於2026年6月27日至7月12日期間嘅週末及公眾假期行走指定輕鐵發現號旅遊專線。主題輕鐵列車將以電影主角、迷你兵團同埋電影中嘅怪獸角色作主題。6月27日至7月12日期間嘅星期六日同埋公眾假期，共7日，包括7月1日，迷你兵團與大怪獸電影主題輕鐵列車將行走指定輕鐵發現號旅遊專線。只需購買輕鐵旅遊證套裝，即可憑當日有效嘅輕鐵旅遊證於指定時段乘搭主題輕鐵列車同埋無限次乘搭其他輕鐵路線，更可免費獲贈限量迷你兵團與大怪獸電影換票證1張及獨家紀念品1份。輕鐵發現號分為2個班次，上晝11點開出嘅班次由兆康開出，市中心停留10分鐘俾乘客影相，最後喺屯門1號月台落車，全程約50分鐘。而下晝1點半嘅班次由兆康開出，天榮停留10分鐘俾乘客影相，最後喺天水圍站3號月台落車，全程約40分鐘。主題輕鐵有唔少迷你兵團嘅廣告，椅背有迷你兵團表情包，車廂天花板亦都貼有關該電影嘅宣傳廣告。主題列車會喺平日上下晝繁忙時間行走屯元天路線。